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塘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雨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小二，上菜了。小二来啦！照旧，要快，赶路。好嘞。五香豆干、西域鹅肝、南唐猪头肉，还有闽国花生米。客官，您的菜齐了。由于您经常光临本店，所以本店赠送您一片鸡肉味豆干，鸡肉味浓郁，请您慢用。这是什么戏法？好快，简直不可思议！客官，您的菜齐了。您的菜齐了。您的菜齐了。这何总的手脚真是越来越快了。花姐，你给何总雇帮工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他为什么突然手脚变得这么麻利啊？哦，他是不是偷偷的拜了镇上的谋神偷为师，练成了神不知鬼不觉，来无影去无踪的快手神功？想多了，何总厨艺精进啊，大表姐功不可没。如今的何总呢，已经非昔比，没有3头也有6臂了。此话怎讲？何总，哎呀，大白天的不好好干活，跑来这里偷懒，看我告花姐去。表姐，我太累了，你让我睡会儿行吗？花满楼生意好。哎呀，你光生意好有啥用啊？那花姐也不招人。我要是有个3头6臂就好了。这个容易，起来，喊声姐，我教你。拉倒吧。我曾经给我们家厨子设计过一款物件，炒菜的速度啊，以一当十，事半功倍。我能拿吗？
表姐好厉害啊！表姐的真正厉害之处，你还没有见识过呢。还有其他？慢慢的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花姐，你什么时候长这么高了？是不是很特别？这个啊，可是表姐特意为我定做的。自从穿上这双鞋，我腰不疼了，气不喘了，看人也不用仰着头了。花姐，你一定累了吧？来，我给你捶捶腿。花姐，你看这个鞋，鞋底是鞋底，鞋面是鞋面，鞋帮是鞋帮，实在是太霸气了。给我试一下。花姐的鞋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的。你才知道呀。哎，莫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要不要我帮你扶起来？别拦着我！我要一路磕头去西藏，向神请愿，愿我父亲洗脱罪名。发你的愿去，把鞋子还给我。表姐，莫愁，有事吗？表姐，你真是太有智慧了。你这是什么呀？摸起来还挺热乎的。这是我自创的泡澡解忧神器，倒入热水，摆入中药，只需要泡上1炷香的功夫，便浑身舒坦，经络疏通，奇香亲肤。表姐，你这新鲜玩意儿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个泡澡神器太让我开眼界了，你躺在里边一定舒服死了吧？要不你让我也享受享受吧，我这半个月都没来洗澡了。哎，你让我躺会儿啊！让我躺会儿。好姐姐，你就告诉我吧。没什么好说的。哎呀，你到底使了什么花招？这客人为什么最近总往你这儿跑？就连下联的老熟客赵大官人，昨天都跑你这儿屋来喝酒了，这是为何呀？那腿长在他们自己身上，他们爱往哪屋跑，我又管不着。哎，姐姐，你这最近怎么爱上读书了？这屋里怎么这么多书啊？哎，别乱动啊，这都是表姐的。哎呀，你这招太狠了，太有心机了，装才女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本来就是才女。疼死我了！你这书里边咋装的都是石头啊？都让你别乱动了，非不听。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不能怪我。那你这招也太狠了吧！你这书里边全是石头，没有一本是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招是表姐教我的。表姐说了，能歌善舞并不稀奇，腹有诗书气自香，能卖萌亦能指点江山，才是真正了不起。表姐，这是什么字儿啊？妹妹，你把书拿反了。啊！表姐，我这人就喜欢舞刀弄剑的，你让我读书简直就是煎熬嘛！我这一拿起书就头脑发沉，头捣蒜的。对识书有兴趣的客官，你便洗耳恭听，听他聊。话不投机半句多的，我就搬出石书朝丫头上猛敲，直接拍晕。
表姐真是太有智慧了，我一定要好好跟她学习。姐姐你知道吗？我爹爹以前经常跟我说，探索给人类留下了一面审视自己的铜镜，只有不断的探索，才有无限的可能。比如说，你上一顿吃了2个包子，这一顿吃了4个包子，下一顿你可以吃7个包子。如果你不去尝试，那么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自己到底一口气能吃几个包子。哎，姐姐，你一口气到底能吃下几个包子呀？姐姐，吃还是不吃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人都跑哪去了？哎，花姐，我在呢。我不是问你，我是问姑娘们都去哪了？这几日怎么人影全无啊？花姐，你还不知道呢。莫愁姑娘受到了表姐的启发，研究了一种新玩意儿，姑娘们都玩疯了。什么玩意儿？锤球。又打中了，该我了，该我了，该谁了？该我了，该我了，我还没打呢。我还没打，我先。别抢嘛！莫愁妹妹，你设计的锤球真有意思。哪里跟姐姐的真趣味相比啊？我这小把戏啊，让姐妹们见笑了。看到那边那个酒壶了吗？本姑娘呀，一杆子就能把它击落。小心你眼睛合在一起都放不开了。去！哎呀，夏莲，你这姿势不对，我来教你。好，可以。石公子，姑娘们正在这玩游戏呢。石公子，完了。秋玉，你表姐的人格魅力真是飞流直下3000尺，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！我与她天前相遇，真是3生有幸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才知道，在认识你表姐之前，我的人生真是日月无光，天地颠倒啊！妹妹，你是不是最近手头紧，缺银子呀？非也，受你表姐的智慧光照，我最近又研发出了一个新项目，供你试用一下。真的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当当当当，这是我新研发的帽子，怎么样？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呀？这顶帽子不但可以遮阳取暖，还可以擦脸、吃鼻、补妆。擦脸？这什么？如果遇到对你行为不轨的客人，这顶帽子可以让你分分钟秒变女汉子。什么？击退歹人！我要镜子，我要镜子！镜子！咦，太强大了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棒棒哒！戴上，会。哎呀，哇，小儿，这俩人是中邪了吗？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必须得找表姐讨教一下，不然夜不能寐啊。表姐，表姐，你睡了吗？表姐，表姐，有人呢？谁？哇，有贼人！说不清道不明，这纠缠。
几处雨，那雪花飘